时刻，我们请所有的理事，包括我们在座的善男信女，我们马上就要遣送大师爷回銮啊！所以我们这个时刻，请所有的理事会还有在座的每位善信，请您马上到我们的大师爷殿里去做好准备。 啊，哈哈！我们再来一首你非常熟悉的小曲，是好的大家爱听起来呀！耶！好不好？交朋友，知道吗？有个不求爱做明天。一起好不好？身边的朋友，线上朋友，一起唱 ，Let's go！ 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 害羞的无路，会使去袂使落。好运总会将你甲爱行。嘿嘿，试开可怕听，爱听才会赢。越唱越没掌声的哈，掌声在哪里？哎，今天最后一天了哈，你们应该是要 enjoy